来了。多大的孩子啊？这是他能醒吗？我先看一下他们。给他吸点氧。这边差不多有4，不等待。这边大一些。他 CT 有吗 ？CT 开了哦。阴膜外的血肿，给他先用一次高扎钠吧。血气给他查了，抽血。侧过去，给他侧过去一点。就是术前检查的那一套都给他抽，血型 ABO 血型鉴定，输血科血型鉴定，血常规，这个心率也不是很规则。神经外科到了没有？到了。哪个是吧？这个孩子硬脉外血肿有中线偏移。瞳孔怎么样？现在？右边小。哎呦，3个交叉配血，4.5个单位。小孩现在很重啊，意识都不清楚了，我们要赶紧给他做急诊手术啊。给他办绿色通道。住院证打出来了吗？喂，这有一个脑疝的，阴膜外血肿的，一会儿就要做手术了，你们就通知护士他们准备一下吧，也叫一下王医生。对着他出来。哪个脑外科的？这个，要马上手术的，昏迷了现在。脑疝，对，两边瞳孔不同，这边大那边小。那我就直接。有 CT 吗有 CT 在这儿。 ？CT 就看见是大量的左顶部的一个阴膜外血肿，这恐怕得156，大于15毫升就需要手术了。到我们这儿的时候，就是左侧的瞳孔是长大的，这种状况就是我们讲的脑疝啊，里边就等于是一个高压锅，时间只要足够长，那脑子就坏了，所以要争分夺秒。这比一般的急诊队还要急一点，所以我们直接走绿色通道的流程了。来，小心啊！来，在后边扶一下，哎，让一下啊，让一下，来，让一下。